郭台铭宣布要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这个股票嘛对得起。今仔日一开盘就冲起哩94块，盘中一度来到97块2，这个气势是真惊人。财经专家看好着法人会继续加码来投资，讲鸿海的股票也有机会会继续起。也毋过嘛，分析师认为讲，目前鸿海的股票已经真悬了，投资人若阁甲资金拢甲落去，嘛无摆除会去调咧。国党的跑出选总统的震撼弹，鸿海股价一路求悬。17日知影郭台铭连续拜2间庙，市场的解脱伊真正要选啦。鸿海股价开盘91块，收盘是起2.11%。17日下晡，国党的宣布要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。10八早是开盘，鸿海股价就冲到94块啊，盘中也阁冲关到97块2，逼近100块的大关。财经专家认为，也阁有起的空间。郭台铭要选总统，所以说外资买超就更积极。这一波鸿海的涨势啊，在所有全指股里面是最强的，所以短线上面，我觉得鸿海应该还有在机会往上走高的这种空间。不过，嘛有分析师提醒投资人，即马鸿海股价并无低，唔能急要把资金拢落入去。鸿海已经涨到90块以上才去追进的投票，很有可能在未来的长期的投资鸿海的过程当中，会面临到比较长期的套牢的状况。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嘛伫秘书发文，认为比起两大政党的恶斗咧，国党的是另外一个选择。不过，伊使人担心的是伊中国的事业。谢金河建议国党的应该将事业保有私募基金，所得全部捐出来，胜算会较大。外界声音真多，就看郭台铭最后是毋是当做出上好的选择。